如果美國會點準備打擊伊朗，但佢喺傳統中東盟友話唔得呢？如果好似卡塔爾同沙特阿拉伯咁嘅關鍵國家，因為政治壓力唔俾美軍喺佢哋嘅土地上發動軍事行動，美國就要啟動第二套方案，即係話要繞過即時地區，唔喺附近部署攻擊，而係用歐洲基地喺外圍發動攻擊。不過距離就係空戰最大嘅敵人，完全改寫咗戰術部署嘅規則。但美國究竟有幾多個軍事基地？首先，中東地區真係有咁樣嘅國家咩？美國佔地面積巨大，中東地區散佈住大約30到40個軍事設施，駐紮住大約3萬到4萬名士兵。呢其中包括卡塔爾嘅阿德海德空軍基地、巴林嘅海軍支援基地，以及阿聯酋嘅達夫拉基地等大型樞紐。如果因為對伊朗發動攻擊而失去呢個龐大又分散喺本地網絡，喺後勤上簡直係噩夢。呢個就正正係點解要有歐洲後備方案嘅原因。如果佢哋真係俾人拒絕使用呢啲本地基地，佢哋嘅最新嘅策略又係咩呢？新策略嘅核心就係一個大規模嘅後勤轉移，重度依賴部署大量空中加油機。美國會協調部署幾十架 KC-135空中加油機進行空對空加油任務。呢啲加油機會由美國本土同英國直接調派去希臘嘅基地，例如蘇達灣同埋保加利亞。點解 KC-135 加油機會被視為今次行動嘅命脈？因為佢哋咁嘅成個行動根本做唔到。如果要由歐洲基地，例如塞浦路斯、希臘或者保加利亞對伊朗發動攻擊，飛機就要跨越極長距離。好似 F-35 或者 F-16咁樣戰鬥機，佢哋本身嘅油缸容量根本唔夠應付幾千英里嘅來回航程。KC-135 加油機就好似一座浮動嘅橋樑咁，佢哋會喺半空同打擊編隊會合，幫佢哋加滿油，令戰機可以深入伊朗領空，投放彈藥之後安全返歐洲。如果加油機唔起飛，打擊戰機就要留喺地面。美國又點做呢？美國海軍又點樣喺呢個大規模地理戰略轉變中發揮作用？為咗補足中東陸上基地嘅損失，海軍就會出動佢哋嘅浮動城市，例如而家駐守喺直布羅陀附近嘅 Gerald R4 航母打擊群就會迅速向東推進，佢哋好快就會到達地中海東部，形成一個強大嘅戰略夾擊。呢艘新航母每分鐘最少可以發射4架戰機，仲用咗電磁彈射系統。沿住軌道有一連串嘅電磁鐵，會根據數碼軟件精確控制嘅時序去通電。呢啲磁鐵會產生一個移動嘅磁場，順滑咁拉同推住發射車，根據預設嘅加速曲線加速飛機。當飛機加速到起飛速度大約每小時155英里，即係大約每小時240公里，發射車就會放開飛機，飛機就會升空。之後發射車會用電磁方式減速，然後翻起點，準備下一次發射。你可能會好奇，點解海軍要喺呢個咁貴嘅升級，而唔用一向可靠嘅蒸汽彈射器？答案好簡單，電磁彈射可以提供更順滑嘅加速，對比起蒸汽彈射器嘅猛烈力量，對飛機機身嘅壓力同磨損都大大減少。講返航空母艦之外，美國仲需要大量強勁嘅導彈末端防空系統。美國其實已經將60%嘅導彈防禦系統撤離嘅卡塔爾同中東地區。咁究竟有幾多導彈要由世界各地運過嚟解決呢個問題呢？答案就係用呢啲 Globemaster 運輸機塞爆成個天空。美國軍方需要大規模空運，大約4至6套愛國者導彈系統同埋1套薩德系統嘅零件。呢個行動涉及超過300班重型運輸機航班，但係大部分人都忽略咗一個細節：美國需要大量老化嘅愛國者導彈從德國同日本嘅庫存度調出嚟。點解要調動舊導彈？因為佢哋係對付伊朗幾千架 Shahed 無人機最啱用又平嘅解決方法。指揮官就將全身喺 Skirs PAC-3 動能攔截彈留返對付高超音速同彈道導彈威脅。軍方而家就清理冷戰時期嘅庫存，為咗將現代科技留返應付大戰。但係海軍驅逐艦會係第一個發動攻擊。攻擊唔係由載人飛機開始，而係由海上嘅機械精準打擊展開。目標好簡單，就係要令敵人失明嘅睇佢哋雷達，仲有令佢哋啞口無聲嘅睇啲指揮同控制系統。喺波斯灣同北阿拉伯海，
有伯克級驅逐艦，例如美國海軍托馬斯哈德納號，收到發射命令，隨即發射系統嘅門打開，幾秒之後，幾十枚戰斧巡航導彈就由甲板射出。呢啲導彈以亞音速飛行，貼住地形飛，呢種叫做貼地飛行。為咗避開雷達偵測，佢哋已經預先編程，可以盤旋等待，然後一齊打擊目標。佢哋喺彈頭直擊 S-300同 S-400雷達陣地同指揮碉堡，咁樣就削弱咗敵人嘅綜合防空系統，為後面幾分鐘內到達嘅飛行員開咗嘅安全通道。當戰斧導彈仲未打完，美軍嘅銀色子彈已經準備出動，美國空軍已經深入敵方領空。呢啲就係 B-2 幽靈隱形轟炸機。但等等，伊朗人都有佢哋嘅攻擊策略。首先，亦都可能係最出名嘅，就係蜂群戰術。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有幾百艘細型高速攻擊艇，配備重機槍、火箭同反艦導彈。呢個戰術好簡單，但係致命。佢哋唔係想同美軍正面交鋒，而係會同時由四方八面派出幾十艘細艇，唔係單打獨鬥對付美軍驅逐艦，因為咁樣一定輸。目標就係要壓倒美軍，令美軍艦艇嘅防禦系統，例如方陣快炮，面對太多目標，一次過追蹤同埋摧毀唔晒。攞到第二個戰術就係布雷霍爾木茲海峽，下一招就係無聲殺手嘅霍爾木茲海峽布雷。呢度係全球最關鍵嘅石油咽喉點。伊朗手上有成千上萬粒海軍水雷，包括佢可以聽到敵方艦艇特定聲紋嘅智能水雷。一旦發生衝突，伊朗可以用潛艇、細艇，甚至偽裝成民用船隻，直接喺航道度落水雷。呢個目標唔只係軍事上，仲有經濟層面。咁樣會令美國海軍嘅安全通道、全球油價即刻飆升，對美國造成巨大經濟打擊，同埋佢嘅盟友都會受影響。而家到第三個戰術，死亡地帶。第三個優勢就係地理優勢，沿岸導彈陣地。伊朗嘅海岸線多山有崎嶇，啱晒用嘅隱藏流動導彈發射車。政權仲會用打完即走戰術，用卡車裝載巡航同彈道導彈。佢喺發射完導彈之後，即刻轉移去新嘅藏身之處，未等美國有機會反擊。咁樣就等於將波斯灣變成一個死亡地帶，美國軍艦隨時都會受到陸地攻擊，佢地方可以匿。第四個戰術就係埋伏威脅迷你潛艇。波斯灣其實好淺水，對美國嗰啲大型核潛艇嚟講好難操作，核潛艇喺度運作唔方便。但係對伊朗嘅柴油電力迷你潛艇就啱晒，例如 Ghedar 級潛艇。呢啲細潛艇可以靜靜地喺海底等等目標，經過頭頂先發射魚雷。呢種係突襲埋伏戰術，專門用嚟攻擊高價值目標，好似航空母艦或者驅逐艦，而且幾乎用聲納都捉唔到佢哋。呢啲細但隱形嘅柴油電力潛艇，專為波斯灣淺水區設計，對美國嚟講係一個重大威脅，尤其係航空母艦。Ghedar 級潛艇因為體積細同埋聲音細，唔容易被發現，可以喺重要海軍咽喉位附近，例如霍爾木茲海峽部署嘅有利位置。只要佢預計航空母艦會經過嘅地方埋伏，Ghedar 級潛艇就可以協同發射魚雷，專攻美國航空母艦嘅船身同推進系統。航空母艦如果魚雷攻擊成功擊中航空母艦，可以令佢飛行甲板無法運作，大大削弱美國海軍喺呢個地區投射空中力量嘅能力。另外，呢啲潛艇仲可以喺重要航道鋪設水雷，迫使美國軍艦進入預設嘅埋伏區，等伊朗導彈同無人機攻擊可以跟住發動。戰術5，我哋都唔可以忽視空中威脅，呢個就係無人機戰爭。伊朗喺成為中東無人機強國方面投資嘅大量資源，一旦發生衝突，佢哋會用無人機，唔單止用嚟偵察，仲會用作殘空彈藥，本質上就係自殺式無人機。佢哋嘅戰術就係發動大規模無人機浪潮，撞向美國軍艦敏感嘅雷達天線同飛行甲板。目標就係令艦隊嘅感應器失效，令飛行作業停擺，佢嘅軍艦就會變得容易受到導彈攻擊。我哋一齊睇下第6個戰術。美國艦隊要靠巴林嘅港口同卡塔爾基地嘅空中支援先可以持續作戰。
伊朗擁有中東最大嘅彈道導彈庫存，佢哋嘅策略包括對呢啲固定指揮部同後勤樞紐發動大規模導彈齊射，目標唔單止係摧毀建築物，仲要令美國海軍攞晒燃料、彈藥同指揮支援，攞法繼續作戰。如果喺艦艇嘅地方可以靠岸，佢哋就留唔到嘅海灣。但如果伊朗真係撳咗喺美國海軍嘅航空母艦，美國仲打唔打得返轉頭？答案係得嘅。淨係集中攻擊嘅慢速艦艇，其實係一個錯誤。美國仲有一張黃牌，唔使等航道清咗先用得。即使喺航空母艦戰鬥群，美國都可以連續幾個星期發動精確打擊。呢個就係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嘅範疇。佢哋可以喺24小時內將3大戰略轟炸機部署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首先，你有 B-2 幽靈隱形轟炸機，呢架就係開門先鋒。佢係歷史上唯一一架可以由密蘇里起飛，直飛伊朗，全程不停，仲可以無聲無息穿越最先進防空網絡，然後向深層地下設施投放超級鑽地炸彈嘅飛機。第二就係 B-1B Lancer， 大家叫佢做 Bone。呢架超音速重型轟炸機係美國所有轟炸機入邊可以攜帶最多彈藥嘅轟炸機。佢可以高速低空衝入去，發射大量巡航導彈或者衛星製導炸彈，為前線開路。最後就係 B-52 Stratofortress， 佢可能睇落好舊，但千祈唔好咁少嘅。佢就好似一架飛天導彈卡車，可以喺幾百英里外發射遠程巡航導彈，完全喺伊朗防空系統射程之外。我哋一齊睇下成個運作係點樣。第一波攻擊就係由 B-2 隱形轟炸機出動，專門摧毀高價值嘅防空系統，好似出名嘅 S-400 Triumph 同其他地對空導彈，利用佢嘅隱形技術有效咁樣惹對方防禦。跟住 B-1 Lancer 會以超低空飛行直撲敵方目標，專門摧毀舊式防空炮同導彈。咁樣就為傳統戰機，例如 B-52 Stratofortress 清晒條路，之後佢哋就可以入場，喺防空威脅之下摧毀任何重要基建。呢個就係點解佢哋要 B-2 隱形轟炸機同傳統轟炸機一齊用，因為而家全世界只得19架 B-2 Spirit 服役。我哋嘅片全部都係自己原創，由零開始製作，所以記住訂閱同睇埋個鐘仔，等你可以睇到更多新片。